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，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。在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它本身的价值。莎士比亚富贵固然和有意的好坏无关，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同有增爱分明的真假。莎士比亚不速之客只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。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，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。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，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，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话。莎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堂皇，也只是坟上楼阁。莎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，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。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第败坏，把巨富的财产荡毁，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。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，但却